回大爷，没有，没有。走。爷，什么也没有。道观里的人呢？床上有铺盖，可是老道都不见了。出事儿！文姑娘，文姑娘，快，卸箱子，卸箱子，慢着点啊，当心点啊，当心！来，快，你俩快点！文姑娘，哎，放在跟上啊！哎，就这，轻放，哎，轻放。哎，哥几个辛苦啊！哎，去买点小酒啊，多谢。文姑娘，哎，陈姑娘，你在这儿，人呢？他们走了。这么早，唱堂会去了？他们离开了。离开什么意思？整个4庆班已经连夜出城了。去哪儿了？没人知道。那文姑娘呢？她给我留了一封信。写什么？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你怎么了？人哪儿去了？那么多大活人，连个影子都没留下。连着几次出事儿，这次他们可能有了准备。快去给我找！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好。来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文姑娘走了。啊？这会儿踏实了是吧？啊？怎么样啊？她好点了没有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她病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你谁呀？我……她是新来的。这一个使唤小子还不够，又来了个使唤丫头。哎呦，那这怎么还不见好啊？啊？这不见好呢，就是不见好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涂左领走时候留了话，说要是不见好啊，就让太医院的人来瞧瞧。行，实在不行我就找您去。啊，那我还得说两句啊。哎，你们不是来照顾他的吗？那就得精心。你听见了吗？记住啊！听见了，记住。哎，您慢走啊！慢走，您这。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？这位李公子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很平常啊。我要是告诉你，有什么好处？你想要什么好处啊？我要是告诉你啊，叫我一声哥哥，怎么样？那你先说吧。爷，您的茶。
爷，地方管街上没人看见过二爷，沿途呢？毫无痕迹啊。只有一种可能，会不会是让15阿哥那边的人去找那个卧底？我也想到了，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抓住了二爷，看护的肯定严密。一个小卧底，别说是救人了，恐怕是靠近都难。能探听出点消息也好。不管他要什么好处，都答应他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公子啊，那是个重要人物，知道吗？这是朱圭的人。啊？朱圭？哪个朱圭啊？闽浙总督。哦，可能还要大一点儿。嗯。 15阿哥。啊？11、12、14。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。他真是嘉庆王派出的卧底？差不多。真是苍天有眼。你还没叫我哥哥呢。你快醒醒，醒醒你！就为了一个女的，你把自己的差事都给扔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那个小坏账到底害死多少人吗？哎，谁呀？你家少爷呢？在里边躺着。他倒躺着舒服。紫云观那边都出事儿了。紫云观？不是，哎，老爷都快急疯了，你就别睡了。哎，那个，他怎么了？哎，他这一口痰没上来。快给他拍拍。是啊。哎，不，行，行，别拍，哎，别拍了，哎呀，拍坏了没用，没用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找什么文姑娘、武姑娘？就是那个4姓半的，那个唱戏的。对啊。你先去打听一下紫云观的事儿，我就把文姑娘给你找回来。在哪儿？什么在哪儿啊？文姑娘在哪儿？她现在不在这儿，只要你给我起来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没用，真的没用。快去找！是，回来啊！找谁知道吗？找二爷。找文姑娘！笨蛋！是。哎，他们说的紫云观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哎，你别跟他费劲了。哎，这紫云观是怎么了？你看，紫云观哪来的？是2年前我爹给我的，我一直都没有在意。巧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紫云观。请问道长，您认识这个吗？哦，这是本官的长命符，每逢春秋社日发送给前来赶庙进香的施主。那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啊。
哎，我说，醒醒醒醒，哎，醒醒，好事儿，文姑娘给你找着了。怎么回事？说是找着文姑娘了。啊，文姑娘。找了吗？找了一个，最近还挺红的，叫柳香泽。能让那小子相信吗？跟文采一长得还真的挺像。走，瞧瞧去。哎，里边走。这文姑娘在哪儿啊？你别着急，一会儿就来。李公子，哎，你上哪儿？她不是文姑娘，她也姓文，是文采一的妹妹。你是文采一的妹妹？不像是吗？我真的是她一奶同胞异母所生的亲妹妹。我叫文彩虹。文彩虹？那你知道你姐姐在哪儿吗？走了。我知道她走了，她去哪儿了？唱戏的四海飘萍，谁知道呢？你姐姐……李公子，你看着我，干嘛总问我姐姐呀？哎，我实在是想的。姐姐走的时候跟我说。说什么？说李公子多情多义。姐姐叫我一定要把公子碎了的心给缝起来。缝起来？怎么缝？这是我用手温的酒，公子尝尝。你要是真对我好，就赶紧把你姐姐找着。那我今天晚上就陪公子做上一梦，看看能不能梦见我姐姐。嗨，我都梦见多少回了，没用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姐姐就没有经常去的地方？你让我出去给你找。我给你出盘缠。我说公子，这里是兰香书院，我是被卖到这儿来的。卖？你是说，如果你要出去的话，你得掏钱。多少？很多很多。那我给你凑上不完了吗？我这个姐姐真是好福气呀！哎呀，我就怕配不上她呀。为了世上还有公子这样的人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先别喝了，先别喝了。干嘛？走，有事儿，走吧。彩虹姑娘，那你等我啊！这酒跟人都给你留点，没人送。吃饭了。
康儿自杀了？爷，人来了。谁呀？您要找的那个卧底呀，麻烦还挺多，要这要那，是喝足了花酒才肯过来的。让他上来。等一下。三国里有个故事，叫蒋干盗书。您的意思是？曹操派蒋干刺探周瑜，周瑜却让蒋干偷走了一封事先编好的书信，设下圈套，让曹操杀了自己的水军都督。我怎么犯了这么大的糊涂啊？自以为挖到了卧底，是15阿哥的圈套。带他上来。请坐。还没请教，兄台怎么称呼？我姓李，木子李，李传位。李传位，花酒的味道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还行吧。喝了多少？就喝2、3杯，没怎么喝呢。你喝少啊！起来！戏演的真不错，又是什么为了戏子，又是弄了本破佛经来，还真把我的眼睛弄花了。演这出戏，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说几句实话吧，我也不能总当冤大头。他们是怎么算计我的？我不知道。他们让你送的那封信是圈套，对不对？我听不懂。王爷的鹰犬果然是厉害，是几等侍卫？黄马褂呢？让我看看。小你不想玩了？我想，我现在就想把你剁碎了，知道吗？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别成了无名鬼。他叫李传位，还想传位？下辈子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叫李传位，周三法子，我叫周三法子。什么？这小子没句实话。实话，让他说。是实话。有一个人叫李传伟，跟我长得一样的。怎么样？还有一个人，他跟我一样，长得一样。卧底的不止一个人。你说的那个李传位在哪儿？在下船的地方。怎么？炸船的时候，你们也在？早就混进来了。他在哪儿？说。我睡的。我在里边。
虚一实，一前一后，厉害！他们下面想干什么？抓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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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家伙怎么办？剁碎了喂狗！帅，他有话要说。你说什么？杀了我，你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带回去。哎，我来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来，这给你。拿稳了。哎，好，好。回头望月，天外飞仙。你小心点。白鹤两翅。你看，坏了吧？哎，这里边有东西啊！啊，哪儿呢？啊，钥匙。啊，上面还有个阴阳鱼。哎，这不是老道用的东西吗？紫云观。陈正林真的有个女儿？有没有？那说陈正林留下了什么证据？也是假的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紫云观呢？圈套，那就是个圈套。大哥，我一天没吃饭了，你家有饺子吗？现在就想杀了你！你们过来！知道他住哪儿吗？知道。给我搜仔细啊，看看还能发现什么。是这儿。天尊赐福。陈大人一直是我们这里的常客，也是个大施主啊。您说谁？我说的是通州转运使陈正林，陈大人。您认识他？啊，没关系，是朋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陈大人已有一女，叫陈心儿，是你吧？我知道，你一定还会来的。跟我来吧。原来她真是陈振林的女儿啊！前几天呢，他们在我这里舞刀弄枪，我还以为真是冲着这个来的，谁知道他们只是胡乱的选了一个地方。钥匙给我。这真是冥冥天意啊！
给我仔细的搜！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赶快把我土里。还有一个，咱们抓住的那个姓赵，还有一个卧底，才真的姓李。不会又是圈套吧？他提到了炸船的事儿，这么机密的事儿，他不但知道，而且两个人都在现场，这不会是假的。那个人在哪儿？他说就藏在咱家，看样子比他藏的还深。一前一后，一真一假。快，叫家下人等全部集中！好，给我听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大门关好，任何人不能进出，在外面全都给我叫回来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啊，爷，好几百口子人呢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快去！带上来！我知道，你们这里边还有一个卧底。今天我就是上天入地，也要把他挖出来。老实！你最好赶快把他指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这么一刀一刀的割下去，割到你只剩下一堆骨头。姓赵的哪儿？给人救走了！你们这群废物！爹，少爷。少爷，让少爷，疼呀疼呀！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有人给你治了伤，还把你脱下的膀子接了回去，雇了车送你回来的。你说这贼也太损了！你偷了东西吗？你还糟践东西？你是啊，我一看见那院子里进了贼，赶紧就跑到土佐岭留下那联络处通报。左领啊？哪儿的左领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是他的上司，人挺好的。你还有上司？你就别问他了，他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啊，我饿了，我要喝鸡汤。好，我这就去，你躺着啊。是谁下手这么狠？简直是要他的命！
妈的，全都拿上，走。到哪家？能走多远走多远，老子玩不动了。把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只有他能送过去，给他呀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这个样子能行吗？他还能记得什么呀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他呀，该记得的都记得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还想不想报仇？妈了个巴子的，我就一条烂命，知道吗？这次捡回来，下次就没准了。你让人整成这样，你就没脾气了啊？你原先可不是这样。你没有试过，小麻绳勒脖子是什么味儿？我倒是有这心，我斗不过人家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你别去。哎，我们去了紫云观。我不管什么狗屁紫云观、白云观，狗屁谁的女儿？陈正林的女儿。你怎么知道？她就是陈正林的女儿。你是陈正林的女儿？你就是陈正林的女儿？对不起，我以前骗了你。我不姓程。那看来他们说的事儿都是真的。我不能再给你惹麻烦了，后会有期。哎，别走，回来！你回来！你现在不能走，他们正到处找你呢，你一出去就完蛋了。对了，好像有一件什么东西，一提起来就让他们害怕。把东西给他看看。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想雕这意思，让咱们在紫云观白忙了一场啊！唉，没有物证，找不到窝点，皇阿玛面前就属我无能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他女儿，他真有个女儿。什么女儿啊？哦，他找到他女儿了，您说神不神？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了？他找到陈正林的女儿了，而且还把陈正林的秘密账本给带来了。谁呀？还是卖佛经那小子。不可思议！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花了3年时间，也就找到这上面的一半还不到。你是怎么找的？看看我，好好看看我，半条命换来的。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？你没去过的地方。哎呀，紫云观！哎，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事儿。真够笨的，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。是我找到了陈振林的女儿，不，应该说是我救了陈振林的女儿，结果他就把我带到紫云观，在一个密室的夹缝的墙壁里面就找到了他爹留给他的这个东西。明白？哎呀，我看你们的本事啊，也真是一般般。都到了紫云观了，啥都没找着啊！抓人还就抓了个老二，老大的影儿都没见着。不爱说你。阁下到底是何方人士？嘿，我不姓何，我姓李，木子李。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分量吗？这个东西要是没有分量，我能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素昧平生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东西交给我们呢？你说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我就为什么。
哎呀，我跟你年轻人说不明白。这位老先生，闽浙总督，有何见解？真的想动手吗？我辗转千里就是为此事而来。你们带的人够不够？可以应付。那帮孙子厉害得很，自古邪不胜正，更何况这里是天子脚下。当心点，别再扎了空枪。只要物证在手，他们插翅难飞。好吧，相信你一回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请讲。动手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不送。哎呀，一看那玩意儿，3个人6个眼珠子，瞪得比牛眼还大。哼哼，我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那他们会动手吗？放心吧，当官的要想整人，掐起架来比你狠多了。这些记载肯定无误，这是编不出来的。由我的钦差官房知会这些所在地的州府道县，对所有的藏匿窝点进行查封。这调200舰锐营到我的皇子府上待命。这着令9城巡防严守内外城门。从现在起，凡和漕运衙门有关的人，只许进不许出。这哎呀，朱师傅，我们也不用在这个小园子里躲躲藏藏的了。青年鲁部马上回府。这这个李传位到底是什么来路啊？哼！菩萨保佑！鬼呀！马上进城，嘉庆王府待命。是。这去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快点快点！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哎，让开让开！旁边的。嘉庆王手谕，过往人等严加盘查。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你，我走，你。王爷回府。
快点！快呀！小心着点，你快点儿！你快呀！快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老爷，城门戒严了，漕运衙门的人许进不许出了。老爷，您和大少爷能跑也就跑吧。哎呀，老爷吐血了！老爷，怎么了？老爷！启禀王爷，京畿附近几处秘藏楠木的地方均已查获，和陈正林记载的丝毫不差。外部的查封令正在递送之中。王爷，差不多了，请王爷示下。抓捕向怀章。是。